前立委张家军伫面册铺这张相片，欢喜分享家己成功有新的消息。伊讲家己做过几若摆试讲，总算有囡仔，因为是高龄妈妈，身体真无爽快，毋过真珍惜这个囡仔。文章较无一天，就吸引4万外人来起赞，未少政治人物嘛，甲伊恭喜。 就虽然我们求职过程有很辛苦，我的感受当然是开心到快跳起来啊！张家军捌和真翁有一个囡仔，2020年3月，伊和前婚林新闻处长周碧莹结婚，2年来为着拼第2个囡仔，张家军是入胚胎试3摆的试公囡仔，佮注射子200多摆拢失败，第4摆总算顺利有生超过3个月，已经是41岁的高龄妈妈。 周碧莹嘛，伫面册写，伫伊伫注射食药的循环当中，2个人一直咧拍拼，感谢天公伯啊，和大家斗3工，总算有好的结果。这几天大家的日子都是安泰做和安泰，为着囡仔提心吊胆，自囡仔要未出世，都爱开始烦恼。我在这里非常祝福他。对，他说年纪有点大了哈，但是我想他喜欢小朋友的这个心呢，我们都一样的，我们都跟他一样，非常期待。 2年前，张家军结婚请人客，访问到敢会阁有新生囡仔，伊回应讲，等阮的好消息，即马总算克服困难，成功有新。伊嘛祝福其他备孕的准妈妈拢会当求子成功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